高嘅射門中柱。呢邊門將陳嘉琪救險球，令到晨曦穩住1-0嘅勝局。落敗嘅傑志仲有教練迪恩被趕出場。完場嘅時候，賓曹指責球證，亦都領紅牌。積分榜形勢拉緊咗，全取3分嘅晨曦繼續排第4，但係頭4位只係相差3分。而德國舉行嘅慈善賽，斯丹聯隊贏朗拿度聯隊4-2。伍家謙報道。兩個光頭互相問好，哥連拿退休都嚟執法為慈善啊嘛。朗拿度同斯丹都一樣，皇馬喺聯賽接連失分，唔好諗佢啦。斯丹送波俾卓斯坦射入第1球，呢邊上路發揮爆炸力，但係起腳就冇晒力，咪咁啦，友誼賽啫嘛。賽事嘅淨收益係撥捐聯合國對抗貧窮計劃㗎。兩名慈善賽常客巨星今場冇波入，斯丹聯隊嘅拉科魯尼亞球員卓斯坦就入咗2球，領先到2-0。嗱，慈善賽呢最緊要就係娛樂性高，打後抽護空門都得嘅。朗拿度聯隊嘅高估就追成1-2完半場。中國嘅球員亦都有參賽，睇下邵佳一啊嗱，只係單刀未能夠為朗拿度聯隊攀平。斯丹聯隊就由貝爾巴托夫假腳之後，真係射成3-1。入波多就肯定㗎啦，亞布塔里卡為朗拿度聯隊追翻近啲，球證執法水平亦都放鬆咗。越咗位嘅德國喜劇演員波查射成4-2，唔緊要啦，為善最樂啊嘛。無線電視記者伍家謙報道。中國桌球手丁俊暉喺全國排名賽南京站未能夠晉身16強。呢位英國錦標賽盟主面對天津嘅鄭鵬，苦戰7局，喺落後3局之下一度攀成3-3平手。雖然有家人到場支持，但係丁俊暉決勝嘅第7局多次出錯，結果輸39-52，局數以3-4被淘汰。第10屆華南中國海單車賽下星期一喺香港揭幕。香港站係全部8站嘅頭1站，將會首次喺尖沙咀。一家人從跨年夜